有真侪人会来到这台北车头坐车，有的民众呢先骑乌托拜到台北车头搬车较方便。附近这乌托拜停车格啊，定定是停满满，无位通停。台北市停车管理处就表示，对3月初3开始呢，会调整台北车头一生公园这大收费方式，改做1点钟10块，上侪甲你收50块。希望调整收费的方式，互民众较好找到车位。台北车头附近的机车停车位，上在停甲甜甜，民众骑入来，踅一个无车位，又搁踅出去，要直接找位停是真恶找。台北市停车管理处13宣布，对3月初3开始，台北车头附近有400多个机车停车格，收费费用对原本一天一届20块，调整做1点钟10块，一天上最收50块。说不定你50块会比较少人停，我比较好停，收50我觉得还好啊。你也不能不停啊，因为你被拖走更贵。时间够的话，就会再找更便宜的啊。如果时间真的不够，你就只好停。1天50，其实累积下来也蛮惊人的。停车费调整，民众有无同的看法，改变收费的方式，影响较大的是停较久的民众。今仔伊讲也是讲，确实有讲定定停车的民众，伊比如讲像你讲的，伊今仔用是去买米啊，伊是来遮上班的人，啊，伊会当考虑讲，伊会去较边仔的所在，啊，较小的所在去停，啊，来这个位互真正有需要的人可以使用。停管处表示，目前规划伫市民大道一段到中山北路一段，各有益生公园附近这带的停车格调整收费的方式。台北市停管处也呼吁登记伫台北车头有停车需求的民众，会使评估家己的需求，找其他的便利停车场，或者是改坐公车捷运。希望收费的调整会当予有临时停车需求的机车族较好找到停车的空间。记者张家杰、谢桂玲台北报道。